哔哩波罗，冲冲跳跳，顺便全台湾嘅录音开始喽！第一站，我哋就来到有满满热情嘅南方乐队，今日就按等一下嘅小朋友准备点数喽，拿出最精彩嘅才艺表演喽！第一组爱上台嘅系重新国手嘅小朋友，爱带来包公作包太人口舌艺术表演。整期嘅内容绝对蹦哈哈太笑哦！六对有嘅包青天，憨憨无事袂不见，相爱身边有无钱，只好来生太眼前。本官今日使报的。哦，唔系哟，系识报的憨憨，上爱念 ABC， 用学个一班机。莫出来唱哆瑞咪，哆瑞咪大粗皮，咪瑞哆大铜锣，大铜锣，大铜锣。包太人，永远我买包太人么？风潮马汉有，希看啊，万人睇嘅悠悠呵呵，很爱，很多按太上。准面包太人，永远我买包太人么？万人按太淡，干嘛爱人嘅包公包太人？推了起来，交本包太人处理。报告太人，呀，今日改太淡，鬼路诶系咪买包太人？哎哎，你等，比西瓜万个太烈，来炸好人，敢将爱出卖？太人也冇啊，太人，爱系买鸟夫嘅啦，爱哪会讲爱买我？敢用睇嘅见险，包太人啊！包太人呢？唔系很爱哈？唔系啦，爱有买好奇宝宝，皮皮，帮宝是纯包大人，包太人按到中妖夫的啦。吼吼，安尼咩？好啦，손莫吹，今日妖夫的，我买本万人赚哦。不过太人这是中会独作的。哎哎，太人写字独作的，莫上本太人相报，就会报鸟背呐。不过太人更加冇人报鸟背，系做野嘅啦。报告太人，水木唔系会溜擦柴哈？胡说一套，一套，胡说八道，万人水木会溜擦柴啊！太人美女马菜鸟，嘁嘁喳喳，抢跌啦跌嘞，从鸡排嘅水流跳啦。哦弄八丢，烂上讲，爱青菜哦，马龟太干，用会跌啦跌嘞呀！错，爱人嘅报公太人头摆系小凤队队长，青菜一食就3,000了，按个。按你讲万个差唔多，阿莫，爱同买到几两来做个话，你鸟会用嘅买。哎呀，帮太人我买包大人，也就7片油菜，1两3包，3两1000，再送1两给个诶，用安上咯。系啊，按上，刚爱买到3两来。王朝马汉送电1杀，1两，爱得唔
是做包大人，刘文坦认做包公汉人做包大人，是21世纪最时尚的神装。哇 ！Beautiful and wonderful and 阿弥陀佛。新生国小乐音社，好，吉他的也是贝斯的，好不好？每次强调舞台嘛，舞台好不好？那表演的时候让观众知道你在干嘛，这样会吸引观众的目光啊。其实我们在新生国小的乐音社已经成立3年了哦。安排这个定位哦很有趣哦。前阵子有一部电影是那个什么很有名的那个卡农啊，哈，对对，加农嘛，哦，那他的电影里面他的球队的组成就是有这个原住民呐，哈，日本人呐，哈，还有所谓的我们的汉人呐，哈，对对对，刚刚好，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大龙泉地区，我们学校这边哈，我们学校里面其实就有原住民，有原住民，然后有客家人，我们河洛人呐，哈，那还有日本人耶，日本人。我还有啊，日本人对啦哈，我在帮他们安排每一个演奏的乐手的位置上面，我就会依照我们的原住民呐，他的节奏性比较强啊哈，或者是音感比较强啊，我就安排他是打鼓的节奏乐器这方面，我就请原住民的同学来担任哈。那在歌唱的部分哈，我们客家籍的小朋友哈，还有我们这个河洛籍的小朋友啊，他就歌喉哈会比较音准方面会比较唱的比较准，所以我就请他来担任我们当主唱的位置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不是去那个我们这边屏东农家哈农民之家那边是安置我们的退休的老农民啊哈，他们就一起安置在那边。那我们有过去那边帮他们做一些演出，那其中有一点让我们觉得非常讶异哦。我们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然后现场很嗨啊，很嗨。那志工推着他们贝贝农民，然后推出来，然后就录音出来，然后我们现场很嗨很嗨这样子，那唱到无乐不作啊。他们没有看过我们的小学生会玩摇滚乐团嘛，然后这边一直拍手跟着喊，好啊好啊。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哦，然后看到那个老贝贝啊，他们就突然从轮椅上拍着大腿这样哇站起来，就说啊好啊好啊好啊哦，结果那个。结束啊哈，然后小朋友在后台啊就问我说：“老师，他们不是被那个志工阿姨他们这样推出啊？我看他们都不会走路啊，可是他们怎么会突然站起来呢？吓一跳这样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错呢，你们居然可以哈这样的一场表演，让哈卡巴丘啊老贝贝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哇！这种如果传到医学界大家应该会争相邀你们去报名，这样才对。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表演的经验。”这些眼睛看是由东岛故事的新生国小捏演沙团，观众朋友也听到等等看期待的演出，一下就不眼睛穷下来欣赏咯。
一起弹，弹给最喜